當天國文化衝擊地上文化，並且帶嚟深層次嘅轉化嘅時候，一定會喚醒民族同宗教嘅大覺醒。自從韓國教會進入回家嘅旅程開始，天國文化就同韓國男尊女卑嘅傳統文化發生猛烈衝撞，結果係傳統文化要向天國文化屈膝。當兩種文化產生衝突嘅時候，嗰啲父老領袖勇敢又謙卑，喺神面前同喺眾人面前向自己太太流淚悔改，承諾以後唔再守住男尊女卑嘅大男人文化，而係要用心聽太太一直以嚟被忽略同壓抑嘅心聲。佢哋仲帶領住幾代家人一齊喺神面前屈膝下拜，將頭上嘅冠冕除低，喺列國家人見證之下立嚴約，立志要破除男尊女卑喺韓國女性身上嘅枷鎖，並且宣告釋放姊妹進入佢哋當站嘅位置。呢件事對於長期被貶低同壓抑嘅姊妹嚟講，無疑係極深嘅醫治同釋放。我哋簡直見證咗一場屬靈文化嘅大革命，係一個新嘅開始，係一個新嘅誕生。